弟兄们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4年9月12号。今日的经文是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9节，約書亞記第2章第1節到14節，馬太福音11章17節到22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言行合一。言行合一其實有真濟無同款的了解解說。咱講知易行難，所咧強調的是知真容易，但是實踐卻是無容易。有人講這個言行合一來當做一個表裏一致的訴求。這個方面就比較是講人心內所想的，甲實際行為無同款。也有人講真通常的話，講一套做一套，表示人無夠誠實，無實在。另外嘛，講到一個人言不由衷，喙講甲呢吼，安尼攏無問題啦，成立啦吼。一支喙會答應，但是無法度來兌現。甚至咱講的早起成立會報得變天呢吼，這種的人攏真複雜，也非常歹相處。咱看到約書亞派着這個探仔進入佇耶利哥城來探查軍情。因進入到基路拉合的家內底，後來因為被追殺，得到拉合的協助。當伊要離開時，拉合要求這兩位探仔都愛會記得因。這探仔嘛答應因將來攻打耶利哥城的時陣，也請拉合用幫贊因的暗數做記號。因接受到因的成立是言行合一的，就知就親像上帝的應允同款。約書亞記第2章第1節到14節，論的囝約書亞對十亭暗中派兩個偵探，甲因講：恁去探查迄塊地，特別是耶利哥。因就去。到一個充飢拉合的厝，就歇佇遐。有人甲耶利哥王通報講，今暗有以色列人來探查咱這個地。耶利哥王就派人去拉合遐講，遐會來恁厝的人，你着甲因交出來，因來是要來探查咱的土地。拉合就將迄兩個人藏起來，就應講：我確實有人來我遮，毋過因對叨位來，我毋知。日暗要關城門的時，因就出去，去叨位我嘛毋知。恁趕緊去入，就入會着。毋過負責人已經甲迄兩個人帶去到厝頂，用擺佇厝頂的抹角，甲因崁地。遐個人就對要去約旦河迄條路去入因，直到渡口，入因的人一個出去，城門就關起來。迄兩個人還未去困，婦人上厝頂去找因，對因講：我知上主已經將這個地賞賜予恁，阮甲這所在住民一個聽到恁，攏驚甲破膽。因為阮有聽到恁出埃及的時，上主安怎為着恁，互紅海的水打去，叫恁安怎對約旦河東兩邊阿摩利王西宏甲噩，攏甲因來毀滅。阮一個聽到這個代志就失膽，因為恁的緣故驚甲心不附體。因為上主恁的上帝是天頂地下的上帝，但我有好款待恁，請恁知上主會對我來救助，要好款待我老爸的家，互我
一个确实的保证，通保护我的老爸、老母、我的兄弟姊妹甲阮家族的性命，互阮免死。迄两个人因为讲阮用阮的性命保证，你若无留摄阮的行踪到上主将这个地赏赐阮的时，阮就要用真心仁爱来款待你。这两个探仔所用的就是真神的承诺应允。耶稣传福音的期间，犹太人对耶稣有济济的批评，耶稣基督也对因的反应嘛安尼有所回应。马太福音11章17节到22节，阮对恁分品啊，恁无跳舞，阮唱哀歌，恁嘛无悲伤。约翰来无食无啉，人就讲伊互鬼附身。人子来嘛食嘛啉，人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谋税甲罪人的朋友。不过，实在的智慧对行为得到证实。耶稣有伫一寡城市行真济的神迹，毋过遐个城市的人拢无悔改，伊就甲因责备，伊讲。哥拉辛啊，你惨啊！伯赛大啊，你惨啊！我伫恁中间行的神迹，若行伫泰尔甲西顿行，因早就穿满衫衫恢复悔改啊！我甲恁讲，伫审判的日，泰尔甲西顿所受的刑罚，会比恁所受的较好忍受。犹太人是一群言行不一啦，言不由衷的一群人。事实上呢，是因为因无信啦。耶稣基督讲到遐外邦推罗，也是讲他甲西顿的人，因真心对救恩有所反应，反倒当搁较有可能来得到救恩。反倒转来看遐个称做选民的犹太人，因为因的口是心非言行不一，无法度来得到救。诗篇116篇第1节到第9节，我听上主，因为伊听我的声，听我的恳求，伊暗耳孔听我，所以我一世人要求叫伊。死亡的锁捆绑我，阴府的痛苦牵着我。我有拄着患难忧苦，我求上主的名讲：上主啊，求你救我的性命。上主有恩惠，有公义，阮的上帝有慈悲。上主保护单纯的人。我生惨落魄的时，伊有救我。我的心神啊，着恢复安宁，因为上主一直有在恩待你。主啊，你救我的性命脱离死亡，互我的目睭无搁流目屎，互我的脚无搁绊倒。我要伫上主的面前，继续伫活人的地来生活。恳求主帮助阮，诚做内外合一的人，也互阮会通为着家己所讲出的话来负责任，毋通互阮诚做无诚心来摒弃摒倒，掠做家己是无诚实的人。求主帮助阮的软弱，帮助阮会当诚心来相信。感谢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